台北市长的选战，各阵营竞争是愈来愈激烈，若拼政见，连选前之夜场所嘛咧烧争抢。国民党的蒋万安原来锁定是总统府前的凯达格兰大道，嘛已经处理选前之夜前3天场所使用权，结果上重要选前之夜使用权，和民进党台北市长候选人陈时中退去，和国民党伫骂讲这是咧乌白母。啊，那黄珊珊的选前之夜场所是锁定伫台北市政府进前的广场。 继续伫咧走基站，民进党的陈时中伫咧5星市啊扫街拜票，民众拢真欢迎。不过日本学者预测陈时中的北市选情真无乐观。离选举还有一段时间，那各有他的一个观察。那在我自己的观察来看，像昨天我们在庙口来开讲。 那群众非常的热情。根据日本学者小笠原先生伫咧内面册铺文，预测台湾的县市长选举，认为结果是民进党大败，国民党大赢。北市方面推测蒋万安可能当选，啊，黄珊珊冇选赢的可能性。 日本学者透过他专业的分析讲出真实的状况，竟然还要被1450出征。谢谢他，我们大家都会努力啊，所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评论，我们也不需要特别去针对谁哦。 那就被抢选票、抢人气，都和选情之夜广场嘛抢个真凶。听讲蒋万安本来锁定总统府前给达格兰大道，嘛已经摕到选情之夜前3天的使用权。不过尾啊，选情之夜迄天的使用权，却叫陈时中提起，红媒根本伫咧黑白母。 只要大家来商量，这是一回事。说我们恶搞，我觉得这样讲法就不厚道了。场地租借都有相关的规定，活动的举办也都需要考量场地整个配置相关的规划跟逻辑，市府都有相关的规范，我们都会遵照。北市选战剩上尾1个月，各阵营嘛哪来哪集中。 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